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1月1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救护车应该是紧急救护的时阵使用，不过却有民众连喙齿痛，嘛要求救护车去载送。对此，台南市伫去年底已经制定消防救护车收费执行要点，预计明年1月1号开始收费。对此，议员林义莹就质疑，这项政策敢会甲中央的法规有抵触？同时也检讨收费的标准。部分民众将救护车当作客运车使用，已经排克真正需要急救送医的患者需求，所以上局对明年元旦开始，将依照台南市消防救护车收费的执行要点来收费。对此，议员林义莹以中央法规甲函数，虽然质疑甲咱所制定的收费办法有矛盾，不过重点嘛是要呼吁民众尊重专业，唔通黑白用。而且还没有实施嘛，明年元旦才要开始，那也很多这个要再调整的部分。那我是就我们台南市的要点的部分来说，现在的收费要点和紧急医疗救护法的法规，它是有一点点矛盾的。就反面解释上来说，它是有一点矛盾的。是否说有这个下位法规抵触上位法规的问题？跟议员报告了哈，这个收费办法要点我们定了，但是呢，一般的确实的紧急救护我们不会收费，因为冲击太大，每一年有9万多的救护案件。那如果滥用的，我们就会跟他收费。救护车它一定有它的这个紧急医疗网里面就近的医院。那你说我不要去这家医院，我想要去另外一家医院，是比较远的，而且我认为说那里的医师我怎么样，不管他任何原因，只要他是要求到他特定的医院去的话，那是要收费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大量伤病，那个或者是整个心肺功能停止，患者已经在非常紧急的状况下，那他可能陪同了家属说要去这一家 A 医院、B 医院，那没有办法，因为救人如救火，所以说那个我们就不接受指定。同款有关消防业务议员进一步表示，针对被登记工厂的清查，一旦拒绝查封甚至锁掉的，反而将成为消防危机的微波段。要求市府一定要严厉执行，坚守违章随报随贴原则。列管未登记工厂家数就有3100家。今年11月的时候，台南市拒访或大门深锁的有700家。那我知道说市长这个很有决心的，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提到说这个要即报即拆嘛。那想问，如果我们到最近却发生这种拒访、大门深锁怎么办？请市长。他虽然拒访，或是说把调查人员这个排拒在门外，我们该做的清查、该做的调查，还是会依法来做。他就拒访，他开都不给你开，怎么办？我们还是登记他是未登记工厂啊。可是那我要说的事情是，拒访只是说让我们去访查，只是问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他如果拒绝提供的话，到时候就把它登记成我们该依法该实行拆除的，该依法去侧面了解说他设置的时间，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去登记说他要合法化，依照工厂辅导法。谢谢市长回答，不好意思，我们该拆就一步一步去查。最后，议员马桃园市办取消禁行机车，已经大大降低车祸事故的成效为例，要求市府交通局嘛应该好好评估，第3个月内完成盘点。台新闻军志林根采访报道。因应台南市停车的需求，交通局积极向中央争取增减计划，要来起立体停车场。议员郭清华就质疑，位伫健康路甲西门路口这个停车场，地方拢认为无需求。如果交通局长坚持一定要起，日后若变成蚊仔馆，要求局长都要落台为政策负责。这是为伫健康路甲西门路口，市府交通局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所要兴建的立体停车场预定地。不过，议员郭清华以地方400-500人的人数反对，加上因家己实地会勘，嘛发现停车需求量并无预期的大，所以建议局长慎重思考。如果最后也是决定要起，结果变成蚊仔馆，议员要求局长落台为政策负责。
早好晚好啦吼，迄个停车场啦吼，根本是拢停袂满，包括拜六时啊、礼拜时啊。本色咧吼，到处甲你反映讲这连工啊起起来，到底会变文史馆吼。人反对的人咧吼，已经嘛有够差不多伫咧400-500个人反对即个案，连讲这停车场无需要起，你若要起啦吼。我嘛袂甲你反对啦，但是起来，若是变文史馆的时阵哦，我要求你交通局长袂使搁再继续伫台南市来担任，安尼好唔好？这些我们争取来的停车场，当然后续的使用率都会被中央列管，所以我这边可以承诺，就是说对于后续的这个使用率，你唔通搁听互别人去啊！你爱较有担当的，你要起唔起？你是局长呢？你是好啊唔好？我意思就是讲，我们会为后续这些我们争取来的停车场的使用率绩效如果不佳，我这边愿意负我应该负的责任。谢谢议座的指导。出席安南区的议员郭清华满意当地人口成长紧、新式的家区多，加上台港文化等优质的条件，建议市府将四车大桥到中山街29.45公里的闸门溪堤防兴建绿色大道，来带动观光休闲发展。这条咱的闸门溪体育房绿色大道的兴建来带动着安南区的这个工业甲这个历史文化甲这个相关的观光甲这观光业的会当进一步来带动促进的伫咱台南市的安南区的发展，嘛促进的咱的市民的有一个好的休闲生活的一个活动的空间这是咱努力一个目标安尼为了同款拼观光休闲，由满意深化好投币的天然资源，未输欧洲布莱德湖的美景，所以要求加强招商，定出50亿到100亿额度，相信有机会成为台南的后花园。但新闻君自林根采访报道。已经连任6届议员蔡秋兰，一开始即阵虽然肯定市长将历届4位县市长拢无处理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来改变带动欢迎，不过当讲到严残政电发展绿能的政策，都非常烦恼会冲击到7股将军等渔民的生计，要求市长一定爱开公听会，甲地方好好沟通。议员蔡秋兰表示，在月初对麻豆到嘉义的快捷公车的将要启航，不过当地真侪民众拢无清楚到底路线是安怎走，嘛质疑走的方向颠倒变，惊会坐唔到，所以要求交通局一定要好好评估宣传，才会当互政府的美意符合民众需求。马家来还佫倒转来嘉义，你是毋是有颠倒方向啊？而且尽大家拢会唔知影像我较济岁，还是讲较无咧坐人会坐唔到去呢？伫嘉义坐到对嘉义去，你爱注意一下，咱的路线爱很明显。是，我们会做好宣传。你爱规划好，唔好摕起来看着讲，麻家麻家哪一个麻，哪一个家？是麻豆到嘉义，还是麻豆到嘉义？把路线设计成就是。从麻豆出发，然后经过嘉义，经过学甲，然后才上快速公路，然后才上高速公路，然后到嘉义高铁站。这个是原来的路线的规划。那当然就是这个路线规划完之后，我们也找到了筹备业者，所以业者从8月就开始筹备。那目前的进度就是预计是在12月初可以筹备完成来通车。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很多的这个民众啦，或者是这个议员啊，都会反映说。这样的行程其实有点弯绕，所以后续我们就也提出了一个，就是从麻豆直达这个高铁嘉义站的快捷公车，不过班次比较少一些。那跟议座报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新路线，所以后续我们会持续的观察从麻豆、嘉义跟学甲民众上车的量的情形，再来重新的来配置，到底就是什么样的路线可以又快捷又符合
这3个地区的民众的需要。议员除了关心交通建设，嘛要替七股、将军、北门等农渔民来请命，因为政府发电力能不断用盐田来种电，议员烦恼渔民生活将大受冲击。除了质疑台南敢真正有欠电，嘛要求卖用到私人的渔运。我真正足唔甘讲，甲咱七股、将军、北门变成一个全部拢是咧种电的所在啦。把渔运啊拢无去，嘛甲咱所有咱的渔民的权益拢损失啦。而且本身要和市长探讨。是。你今仔要种电，你要利能，迄拢无要紧。毋过咱爱找所在，就是讲，看会当伫迄落咱的盐埕地，也是咱国有财产地，迄无咧经营的，无咧做事的，咱尽量来找迄个所在。唔好甲咱所有渔民有去租约的，也要来做绿能，较来讲要搁做回馈。即马引起上大争论的渔电共生，现主是市府的即个态度是61线以西，关系到足侪人咧遐饲鱼啊，包括有的是有讲生态敏感区，迄部分咱拢无咧审查。61线以东的部分，咱才是部分来审查。但是现主是即马有咱议会同仁议会申请。议员申请要提出这个自治条例，是讲，不管是有渔电共生，还是无渔电共生，只要你是用咧太阳能的，我拢总要甲你比较就对啊。按这部分就变做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安尼就我感觉就怪怪啦。议员会长嘛具体提出，将军靠寮段甲七股顶山段顶拍远的盐田会当利用来发电力能，嘛要求市府一定要办公听会，甲当地沟通，以减少民众反弹。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曾经竞选台南市长的五彩集团创办人林义峰正式宣布参选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伊也提出国民年金1人1万、青年家里买厝30栋的贷款，以及领回到6月有利由政府车用等等竞选的政见。新宠物，欢迎来地。中开10足画出招牌口号，手势嘛同款实施。摸唔到上科技的政治人物林峰要回来啊！而且这次是要挑战台南市第5选区的立委宝座，希望透过伊的参选，拍破两党的恶斗，呼吁拿力抗两房，为人民谋福利。因为咱全民一寡中间人士拢看袂过，所以一直拢拍电话讲林义峰你也出来替阮出来，无袂使安那，所以我会感觉讲。拿力过半，拿来听，因这两党拢共款，会使讲一句话，讲做同流合污啦，袂使搁一党专政，是拿力我口只讲了，合流同污，这拢毋是人要看到的代志。为了争取选民认同，林峰嘛提出国民年金1人1万、零到6非有利政府扶养等竞选政见。国民的老人年金。一定要统一，大家拢发1万块。你有农渔保也共款啦，大家拢1万块互你。第二咧，0岁到6岁，一定要国家的扶养，因为人口在咧减啦。你看最近日本2019年通过，1岁该扶养到16岁拢搁1年。自有其屋，我较早全市长讲一坪卖8万8。甲9万8，政府若无法当做，我林义峰即马考虑要家卖9万8。林峰强调，这次参选是因为无想要阁看到政府实施错误政策，伊希望选调立委后，会当结合理念相同的人，重新建构台湾政治的自由民主，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好生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
骑车呢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北区圣安里活动中心因为建筑内定的能力不足，经过专业评估以后，建议拆除。机关处理日前会勘了后，也召开座谈，争取起新的活动中心，提供里民长期照顾甲关怀驻点使用。北区圣安里活动中心伫107年接到通知，因为控制能力不足，被列入危楼，必须要拆除。尤其日前邻里合并后，需要扩大服务的民众数量嘛得咧增加，但因为活动中心内部空间较小，互不少长辈知影消息后，烦恼甲困袂去，纷纷向里长以及议员陈情。今年初知影讲咱活动中心需要拆除，真侪这长辈吼，拢甲我讲拢袂食袂困吼，你烦恼讲以后就要对倒去吼，但是好佳哉咱有一个规定，就是讲咱的区议员有厝的这个活动吼。有听着咱这阿嬷吼，这阿公阿嬷咧甲伊讲，伊就记伫心里吼，伊就开始讲安那来争取，还是安怎安排吼。咱这个圣安社区活动中心，咱也有协定争取着，咱咱这两个活动中心是做一个真正是高龄化人口政策的一个示范场域，就是讲咱爱甲这个都筹钱，毋是干那讲中央有补助咱送餐，咱就来做送餐。有日照，咱就来做日照。议员区里日前会勘后，召开跨局处的座谈，经过多方努力后，终于争取到将会新建一个占地150平的全新活动中心，提供予里民以及长照使用。做一个活动中心的空间，拢总未来阮报的计划是150平就比即摆搁较大1倍，只到70几平。所以大家会使想着讲未来咱的空间吼，会使活动空间会当搁较大，也会使搁照顾着搁较侪长辈吼。那这过程当中，咱里议员其实除了咱局处室的协调吼，伫民政局开会来协调以外呢，嘛拢走去到咱台北吼，甲咱的中央的迄个单位吼来做关心，来做即个关切啦。搁爱靠咱大家在座大家共同去努力。即摆即个总经费拄仔区长有讲2900几万，市长爱配合400几，就要500万。咱黄伟哲市长，咱最重视即案，咱里议员咱去甲市长有协调过，市长咱足支持。议员区里日表示，新的活动中心有计1楼作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社区活动用途；2楼作为长照服务据点。5万活动中心会当得到市府大力支持，互工程顺利进行。如此，嘛会互北区的民众加了一个社区长照据点，达到长照2.0服务伫厝边的目标。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今年的新市舞蹈节虽然取消选美比赛，不过却增加舞蹈甜点比赛。安怎将舞蹈运用到甜点当中，成为比赛重点之一。新市农会表示，希望透过舞蹈甜点比赛，让舞蹈附加价值会当大大提升。今年的新市舞蹈节上大的特色就是这届的舞蹈甜点比赛。新市农会表示，这届的重点伫口感、经济性、创意，实在运用等等的5大标准来评分。
其中参赛者张嘉玲甲张玉珍姊妹仔，因为用健康甲自然的角度来发想，加上甜的甲咸的口味做搭配，也佫有简单制作甲好量产等优点，最后也摕下金奖。当初会发想的角度是农会，它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健康自然，所以我们就往这个角度去做，就是我们就已经设定好我们的商品就是要比较简单那比较天然，不要太多的东西。那既然简单的话，就是之后你考虑到商品如果要量化，太复杂的东西其实不适合量化，那就考虑到成本还有容易保存，所以我们就有想了一阵子之后，就想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绿金乳酪球。那乳酪球，因为我们就是它是高钙的食物，就是它可能虽然是甜点类，可是它会比较偏向比较健康的一些甜点。那再加入毛豆是一个高营养的成分，所以就变成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甜点这样子。那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吃甜的，或是有一些长辈他可能也不太容易吃甜的，所以我们就发想了，那不然我们做一个异类，我们做一个咸的口味。那咸口味我们其实是有点参考之前很流行的胡椒饼，就是胡椒饼、苏打饼，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就是毛豆口味的一个胡椒饼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取说这个东西做了之后，其实就是之后在商品量化上也会有不错的成绩，所以是想了这两个，一个甜的，一个咸的这样子。其中一位参赛者也因为看到真侪小朋友无介意食毛豆，为了让小朋友会使喜爱食这种健康的食物，特别运用巧克力甲乳酪结合毛豆，要让小朋友会使食了健康。我在南科国小担任志工妈妈的期间，那我有发现到说，有一些孩子，因为我们的营养午餐都会提供毛豆给孩子做餐点，但是有发现到说，很多的孩子就是他不喜欢吃豆类，那他就会把毛豆丢到厨余。那我会觉得在粮食危机的现在，这个不是很妥切。那孩子他就是不喜欢吃，那我们两个都是妈妈，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把甜品把毛豆放进去甜品，而且呢让孩子完全先看不到豆子，他没有产生排斥。那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巧克力，所以我们希望站在一个心理学的立场，用他最喜欢的东西，让他去接受他不爱的东西。那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一个产品。对，因为我们希望孩子把所有的营养都吃进去，因为孩子可以均衡的摄取营养，当然就是每一个父母的希望也会希望孩子可以健康的长大。因为毛豆有一种青豆仔味，伫做甜点的时阵更加明显，所以参赛者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也成为这个比赛的重点之一。在制作上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因为要克服毛豆它本身有一个生豆的味道。那我们就是尝试了很多方式之后，我们就是咸的跟甜的各有它就是处理它毛豆的一个方式。就是甜的我们就用糖下去拌烤，然后那个咸的饼干的部分，我们就是加胡椒下去炒香之后再拌入饼干的面团里面。对，那这样子吃起来之后，它的那个就可以融入在甜点里面，就不会有那么突兀的味道这样子。我们光是2颗6寸的慕斯蛋糕，我们毛豆的熟豆仁的用量就已经将近快要到1公斤。那在这么重的毛豆你的用量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让那个豆味不要那么的突出？因为太突出的豆味，小孩子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那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去查了一下毛豆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发现毛豆它是一个它有一个很高量的蛋白质，但是相对来讲，它很缺乏的是脂质。那因此，我们希望透过脂质的润滑，去弥补掉它的豆腥味的问题。那我们也考虑到说，老人跟小孩最需要的营养就是来自于钙质以及优良的脂肪，可以透过人体去做消化跟代谢。所以我们找到的是乳酪，我们把它跟乳酪还有跟牛奶去做搭配。活动现场也准备了去年非常受到欢迎的毛豆冰淇淋甲毛豆烟肠，最后也被民众抢买一空。新市农会就是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将整个毛豆的经济价值提升，让农民有更较侪收入。但新闻国无采访报道。有一款发生伫阿爷身躯顶的血管瘤，因为外观看起来是青红色的，所以嘛被叫做草莓型血管瘤。医生提醒爸母唔免伤过烦恼，因为大多数拢是良性的，只要量早处理，效果拢真好，嘛会当避免血管瘤继续扩大。这款上早发生伫婴仔头壳红棍，或者是骹老虎顶、皮肤顶的血管瘤，除了影响美观，更会断开，甚至更恶性，互爸母烦恼家。
对处医生表示，虽然绝大多数拢是良性，不过如果患者到2岁也未消退，血管瘤特别家己消失，所以提醒家长为了避免瘤继续扩大，量早治疗，现在已经有真好的效果。桃妹型血管瘤主要是因为它血管畸形造成的，那它主要好发在头颈部，那它增生的时间大概是出生之后2到3周。那未来在2岁的时候，它会慢慢退化。那预期性如果它的退化速度，它会残留一些疤痕啊，或是它的皮肤会萎缩、皱褶，会有产生难看的情况。那另外的话，它如果够大，会造成心脏负荷，会造成这个出血性休克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到门诊去询问这个相关的治疗方法。因为这目前治疗方式都非常的成熟，而且研究很多年。那这一类的治疗对病童本身来讲都非常安全。因为这款瘤的外观是青红色，所以嘛被叫做草莓型血管瘤。医生表示有这么高水的名词，不过毕竟是父母心中的痛，一定要有耐心配合治疗。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过的。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